如果你夠膽拍呢4類片，資訊量咧一定爆升10倍噶，尤其係最後嗰種咧就最重要。堅持拍1年，基本上咧就可以甩開咧90%嘅同行啦。呢條片咧真係滿滿乾貨，記得 like 啦、收藏啦同埋重複睇，唔好錯過啦。第一種咧係晒過程片，例如你點樣揾貨、點樣同客傾、點樣生產、點樣做售後都拍落片，因為客戶咧唔會聽你講咩噶，佢哋咧只會眼見為實先至信你噶。第二種就係互動片啦，最大嘅特色咧就係粉絲好精準啦，內容又簡單，你可以咧由客戶常見嘅問題啦、行業嘅秘聞，甚至係解答大家想知嘅嘢去拍。呢啲片咧主要係用嚟吸粉嘅，做自媒體咧就總有啲嘢咧係俾人白嫖，即係俾人攞下着數咁啦，好似呢段片咁樣咯。第三種咧就係比較觀點嘅片啦，你嘅賬號咧變現高低取決於你嘅人設強度，人設強你就有明顯嘅價值觀，有價值觀咧先有真 fans 噶。觀點型嘅片可以加強人設，令粉絲咧唔係睇完就走，而係咧有理由揀你噶。第四種咧就係講故事片啦，呢類片咧係最好建立信任嘅內容，信任可以帶嚟成交，仲可以令到產品咧有溢價。好多時候我哋有一條共鳴嘅故事片，就可以令到客戶咧即刻對你另眼相看。所以咧，如果你聽完仲係唔明點樣拍，就喺留言區打你嘅行業，我會再同你分享咧點樣落手做最好噶。Follow 俾個 like，白頭佬幫你輕鬆做生意。